台湾看世界，日本东京的迪士尼乐园是全亚洲上高赚钱的乐园，去年赚偌济，赚超过5000亿。这到底有啥物赚钱的秘诀？拍开世界的门，来看华视的新闻团队伫东京的观察甲报道。舞台光雕立体投影，金创金片一直也整个舞台搁较新的调变。飞行器梦想起飞，大开眼界，看到全世界。万里长城真正有够长，非洲大草坡有够宽，闻到绿草花蕊的香味。乐园为了暑假开180亿的日票，差不多是新台票52亿。当年拢勇敢开钱可见，说来要迎接的是2020美女与野兽的主题乐园。ディズニーのフィロソフィーとしてテーマパークは永遠に完成しないという言葉がありまして、このソアリンをはじめとして、いいタイミングでいろいろ施設へ投資をしたりだとか、あとは季節ごとのイベントを実施するなどして、飽きさせない、体験を提供していって、またそれに合わせて入園者数であったりとか1人当たりの売り上げについても、伸び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、ビジネスモデルで、成長を進化をしています。大出手的改造嘛，被证明是成功的做法。敢若去年乐园营收就达到5256亿的日票，差不多是1509亿的新台票，创下历史上上悬的营业额。同款是亚洲的香港，却是连续4档拢了钱，了5400万的港票，相当是新台票2亿1060万。夏天想要玩水也没问题，乐园每半年或1年就会改良设施。他们敢于花钱，敢于创新，但是光靠门票成本是不够回收的，更多的获利模式存在任何角落。商品限定，连这嘛同款，米奇航空版的麻辣烤味的爆米香，天空来旺来鸡拿棒，甲限定的气泡果酱。特定的节日到乐园商品拢会换新，2只手无够用，差不多每一个游客都是大包小包的看。今回は会社を休んでちょっと来ちゃってるので、その罪滅ぼしみたい感じでお土産を買ってました。はい。あと友達とか、はい。依照乐园的统计，每一个来到乐园的游客平均是开11815块日票，门票是5352块日票，占总开销的45%。剩的拢是开伫商品甲食的方面，加上日本人的送礼习俗，和开销增加真多。乐园为了让每一个设施拢符合所有的客群。恐怖的自由落体用古堡来包装，浪漫的游船搭配海盗冒险的故事，性别平衡。可以看到乐园没有镜子，也没有时钟，所以没有镜子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不用看到自己，不用回到现实，所以你可以发现说你处在那个环境，你就完全放松。我们统计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，人是习惯往左转，乐园它特地左转右转就是混在一起。让你就往右转，然后看到里面的这个设计，你不会感觉到你排队的时间花得非常久。这有老主顾所需要一切，一直到出现烟火变暗时。2021年，远方中国开2500亿个日票，将园区扩大23%，包括平西奇缘、魔法奇缘、彼得潘电影主题区域。乐园坚持着核心赚钱的秘诀，继续扩建，和同为无结束的一天。